以目前这样日，台湾目前增加部分医院或者个案，也美关于连登天28日无出现本土病例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台湾也系早期风险尚系较大嘅，比较空间安全的。虽然疫情有较缓的，不过还係呼吁民眾要配合防疫行政法运通。大家做得不用較強鬆地位，不過防疫還係做唔太太。屏東慢慢足夠嘅禮拜六日連登2日都有移動日，調價講人比工人還要多。不過人按到冇辦法保持社交安全距離，韓國有條民眾冇戴嘴嘅咩。警方4點就不准茶飲氣，美同衛生單位去加強防疫前途。今南所困境嘅現象，新北市總係會規範牽到庇護區引起爭議。對啊，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講，佢都係當中用嘅。既然也下中用講地方做得省，佢就會省，慢慢加加來處理。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講，台北市做份自家先省嘅，佢就會先省，不過會慢地會發錢。交通部先前針對機場閘司機提出加控補助，但係司機簽到2到6萬元，引起爭議。對啊，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講，有呢度補助都會照先前人來算，韓國唔係做錢都會經濟，而是5秒發司機。美國受到疫情影響，成人率竟然偏高。先前嘅統計來到孟斯安度嘅6050萬生人，成人率有17.7%。22年經濟空中帶動嘅就業成長，冇到2-3年時間就造成消滅脫。